歡迎大家嚟到 Dennis 嘅投資學啊！咁下一周講美股周策略嘅觀點係：恒指外圍繞遠不改強勢，美指陰霾籠罩啊，難言樂觀啊！咁近排啊，特別係呢一周港美股嘅走勢可以話係極度割裂嘅，一個連創新高，一個喋喋不休，一個極度貪婪，一個極度恐懼啊，可以話分化非常之劇烈。咁如果有睇我課堂嘅朋友，我認為呢一波港美股大方向節奏嘅把握係會做得非常之好嘅。呢個係我近排每一周策略嘅一個觀點。我對大方向嘅把握，我認為係非常之準確，穿未來都未必有我呢個觀點準確。呢一波行情就四個字：東升西降。我唔可以話係自己第一個提東升西降嘅人，但係我絕對係呢一波行情東升西降最堅定嘅支持者。美股強弩之末，下跌消化，恒指做多窗口已經打開。咁東升西降下一周是否會延續呢？接住我哋嘅一個分析。咁我對下一周港股嘅判斷係乜嘢？外圍擾亂不改強勢。咁我哋睇下恒生指數嘅一個走勢啊，恒生指數你睇呢個走勢而家係中原，非常之強，真係非常之強。大家都知道尋晚呢個美股係大跌嘅，你跌低佢一下，又再反包，又再創新高，非常之強勢。我喺前面同大家打咗一個比喻嘅，就好似一個快速行駛嘅汽車，你剎車嘅話，你唔可能一下就停。你仲會再向前一段距離。咁恒生指數呢一波行情，牛貫全球，技術性嘅牛市，基本上每日都收咗一個光後陽燭，做多動能極其強勁。咁目前講，我仲係冇睇到任何衰竭嘅信號。所以我前幾排呢一波調整，我一直同大家講，就係俾機遇，分期就係俾機遇。呢個時候反而係我哋乜嘢？前面你倉位唔夠嘅朋友，唔夠重嘅朋友，逢低做多嘅好時機。咁你睇下係咪咁樣？所以我哋睇下恒生指數而家呢個走勢，仲係嗰句，冇睇到任何衰竭現象。每日乜嘢接近一個光後陽燭咁去收盤。你睇呢一波行情，做多動能極其強勁，冇睇到任何衰竭一個信號，多頭排列發散向上，上升空間已經打開。進入一個強勢嘅一個區域，上方而家係冇蟹盤啦，所以恒生指數從技術上嚟睇，我哋繼續睇多後市。呢一波嘅話，我仲係個觀點，上方已經係冇大嘅壓力位，下一個壓力位就係20000，20000目前嚟講仲有一定運行嘅一個區間，仲有一定嘅空間可以運行，所以恒指我哋仲係繼續睇多後市。咁呢個係我從技術面同大家做一個解讀。咁從基本面角度嚟講，我同大家分享過我對恒指嘅兩個觀點，一個係美元製造恒指，一個係政策底領先市場底。咁睇下美元後市點睇？咁呢個係我上周嘅一個截圖，當時美元升幅係比較大，我當時俾嘅觀點係乜嘢？呢個位置佢上升，佢係測試壓力然之後仲要掉頭向下，美元貶值壓力巨大。咁你翻轉頭嚟睇下最新嘅美元指數嘅走勢，我去話真係非常之準。呢個觀點基本上係我完全係參咗呢個節奏，就然之後暴跌。所以同大家講，美元一貶值最利好嘅一定係新興市場。咁新興市場為首嘅一定就係港股價值窪地啊嘛，所以同大家講，美元巨大貶值壓力嘅背景之下，恒生指數資金仲有望獲得一個強勁嘅回流，呢個係一點從美元嘅角度嚟講。然之後頭先話美元點解呢一周跌得咁多？大家睇呢一波跌咗幾多？3.5%。
3.35%，跌到3.35%，呢個係非常之大嘅波幅。我同大家講，你有種講嘅話，3.35% 呢個跌幅係非常之大嘅。點解啊？呢個特朗普搞震。咁先睇下呢個最新嘅一個經濟預測，亞特蘭大聯儲嘅一個經濟預測，美國一季度 GDP 年化季率嘅預期從2.3% 大幅下調到1.5%。原來近排美元大跌嘅一個重要邏輯係乜嘢？美國要衰退。咁大家知道近排呢個特朗普政府一直喺度裁然之後又加大關稅，然之後支出又大幅咁削減咁美國而家呢一波大跌嘅重要邏輯衰退。然之後講下關稅，咁近排呢個美股點解波動咁劇烈？因為咁多特朗普呢個關稅政策一直喺度搖擺咁3月4號話要對墨西哥、加拿大加徵25% 嘅關稅，然之後過幾排又話要暫停，又要延遲喎。所以我喺前面做直播同大家講美國大選，我同大家嘅觀念就係我作為一個分析師，我非常唔想睇到特朗普當選，因為佢嘅呢個政策就極度搖擺，佢一句說話就係令呢個全球嘅經濟亂咁轉。對分析師嚟講，我又就係難度係非常之大，所以你睇而家繼續咁樣。所以從政策個角度嚟講，而家仲係要觀望，仲係有一個巨大嘅不確定性。咁大家都知道而家仲喺度舉行緊兩會嘅，我都同大家解讀下，從政策端嘅角度兩會會俾我哋有乜嘢新嘅預期呢？咁呢個係個3分鐘速讀政府工作報告嚟睇下。咁呢個係央視財經整理嘅一個政府工作報告，我哋挑重點嚟講，睇下有冇符合預期嘅、超預期嘅地方。GDP 增長5%左右，呢個大家應該係符合預期。前面我同大家做個解讀，成長調查失業率5.5%左右，新增就業1200萬，CPI 2%左右，財政政策超長期特別國債1.3萬億，特別國債5000億。專項債4.4萬億，大致符合預期咯。然之後提振消費國債3000億，政府投資7350億，呢個係重點。未來產業建立未來產業投入增長機制，培育生物製造、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綠色等未來產業。重點係乜嘢？具身智能呢個係第一次提及。重點具身智能。我前面有同大家解讀過，具身智能而家預期差最大嘅兩大方向係乜嘢？人形機器人同埋 AI 眼鏡。答案已經係俾咗你啦。近排我哋如果我哋要做炒股嘅話，關注咩概念？人形機器人 AI 眼鏡，然之後仲係數字經濟推動人工智能加AI。前面我同大家講就係 AI 一定係貫穿2025年全年一個最大嘅投資主題，仲要關注。咁而家今日係3月7號，兩會基本上會開一週，咁大家了解下相關嘅一個議程。呢個我唔過多咁去解讀。主要講下我而家細緻咁去解讀下 GDP 增長5%左右，呢個係符合預期嘅。咁舊年其實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嘅時候，我同大家解讀過2025年預期係 GDP 係5%左右，符合預期。然之後呢個失業率5.5%，CPI 2%，整體講都係符合預期。赤字率4%左右安排，呢個就略低於預期，但係都係符合預期之內。大家唔好笑睇話4%好似唔係咁多，但係4%已經係赤字率嘅極限。以往嘅呢個兩會嘅呢個赤字率4%就係頂格，就係最高啦。咁赤字率乜嘢？就係政府嘅呢個舉債嘅呢個水平。咁政府嘅舉債呢個赤字率越高說明乜嘢？開支就越大，經濟刺激力度就越大。所以而家雖然4%係略低預期，但係呢個比例冇嘢，仲係非常值得期待。專項債4.4萬億，適時降準降息，更大力度促進樓市股市嘅健康發展。
呢個都係第一次有提及，兩會第一次提及，說明對股市啊、樓市都係一個繼續呵護嘅一個態度，支持人工智能大模型廣泛應用 AI， 貫穿2022年投資全年。呢個係一個券商朋友整理嘅一個14.5計劃兩會嘅政府工作報告嘅梳理，呢一個都係做得比較好，有興趣朋友可以去參考一下，將呢個每一年2021到2025年嘅呢個要點都梳理咗，重點都梳理咗。我前面有同大家講，重點係乜嘢？財政政策更加積極，貨幣政策適度寬鬆，呢個就係最重點，前所未有嘅組合。所以2022年政策端一定會超乎大家嘅預期。2022年經濟宏觀調控定個調。咁講咗港股，然之後講下美股。我對美股嘅預判係陰霾籠罩，難言樂觀。我係最高位呢個位置同大家講，強弩之末，下跌消化。然之後納指呢個位置跌咗好多，係咪要止跌呢？我認為唔一定。咁納指呢個位置從技術上嚟講，就係一個明顯嘅破位下殺同破位下殺。你睇位置，佢前面喺呢個位置連續做咗嗰幾個頭部，就係其實係咩？喺度出貨。咁主力出完貨，佢點會出完貨？肯定會即刻就拉先嘛。要上方嘅人割肉離場，再去拉，再執翻嚟再去炒。咁而家呢個位置我可以話下跌至啱啱開始，下跌至啱啱開始。所以納指我前幾排我同大家講嘅觀點就係18000係一個強支撐。呢個位置有一個抵抗，但係我注意到嘅用詞，我用嘅係抵抗而唔係反轉。即係我言外之意就18000，但係佢仲係守唔住。點解我咁堅定睇空美股嘅後市呢？我當時我同大家整理咗4個邏輯，你睇係唔係按照我嘅呢個路徑喺度演變？第一個 NVIDIA 嘅分歧，NVIDIA 嘅分歧目前講就係 NVIDIA 嘅呢個分歧，我認為係消化得比較充分，但係唔絕對。點解？因為而家衍生出一個新嘅邏輯係東升西降，而且我哋知道近排就乜嘢？尋日乜嘢？呢個 Manual 呢個 AI 嘅呢個智能體又再領先又再領先，然之後再次引發中概資產估值重估，所以而家東升西降呢個邏輯仲喺度運行緊。呢個係一點。財報兌現嘅話，呢個位置仲未，我認為都仲冇消化充分。點解咁話？近排 NVIDIA 啲係比較多嘅你可以睇下蘋果，最大市值嘅蘋果，其實跌幅我認為仲冇充分消化，仲有一定消化嘅空間。然之後政策觀望同埋暫停減息呢個就要打個大嘅問號。呢個就係完全係冇消化充分嘅政策觀望。大家知道近排呢個特朗普政策極度搖擺一下加徵關稅，一下要暫停。從政策嘅角度嚟講，呢個完全係冇緩和嘅跡象。然之後暫停減息，而家係呢個市場最大嘅分歧。點解咁話？因為頭先都話過，特朗普佢乜嘢？佢要讓美國經濟衰退，將利率減低，從而將利率減低。但係佢嘅政策乜嘢？佢有加大關稅，呢個會推升利率嘅。所以而家就係極度咁乜嘢？極度分歧，極度矛盾啦。咁呢個時候難題就擺喺美聯儲你係要減息啦，定係暫停減息？咁你睇你係支持經濟發展定係支持抗呢個通脹？所以而家從呢兩方面講，呢個而家係市場最大分歧嘅地方，政策同埋呢個貨幣政策，特朗普嘅政策同埋美聯儲嘅貨幣政策。我係春節後同大家整理咗呢4個大嘅邏輯。我目前講只有前面呢兩個邏輯，我認為有緩和嘅跡象，後面呢兩個反而係喺度加劇緊。所以我俾大家嘅觀念就係乜嘢？呢一波美股，我認為調整嘅週期會超過大家想象。呢個位置唔好輕易言底唔好難言樂觀嘅。呢一波我調整週期，我睇到6月份。點解6月份？我認為6月份呢幾個因素只有一個比較好嘅消化。
咁近排大家知道我頭先我同大家解讀過兩會，咁我近排都做咗一個兩會嘅策略專欄，咁歡迎大家去領取呢一個策略專欄啊。咁大家如果有睇我前幾排嘅呢個策略專欄，DeepSeek 贏機器人 CS AI 策略專欄，近排你可以睇我裡面分享一啲核心嘅標的，都係升得特別多。咁兩會有乜嘢重大預期差，值得我哋去挖掘？我相信呢一個兩會策略專欄會令你失望，一定有一啲收穫，所以歡迎大家去領取點擊下面嘅鏈接或者係掃二維碼，做一個領取。然之後最後面同大家分享嘅金股就係華虹半導體啊，華虹半導體其實我喺兩會嘅策略專欄裏面有同大家重點分享過華虹半導體你睇呢一波呢個升幅，大家有冇跑贏華虹半導體嘅呢個走勢？咁具體邏輯其實我喺策略專欄裏面我已經係講得比較詳細，呢度我都唔再多講，我只係講下佢係乜嘢。大股東係上海國資委，呢個新質呢個國企改革預期，資產注入嘅預期係特別大嘅資產注入，然之後新質生產力 AI 對算力嘅呢個需求大幅增加，華虹半導體又係做相關，未來潛力巨大，大家仲有關注。咁更加深入嘅策略，大家可以睇我策略專欄，呢個我喺兩會策略專欄度重點分析過佢。好啦，今日嘅節目就講到呢度，多謝大家收睇。